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嘛，常常报道新明世时，桥板的人更叫更赢新明的闹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更叫更的更，读更更第三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更就是边搭，咱讲是更啊，买当讲是算更的单位，像讲一更虾，虾拿虾就是娶新娘的时，在聘礼大头，用来更物件的粗棍啊，咱讲是叫更。另外，古早用来更棺材的粗叉机，或者是棺叉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更啊，会当讲是边搭，卖当讲是更物件的叉棍啊。上少需要两个人同齐举伫肩架头，才会当刷叮当。第二个词读做叫更，冇人讲是叫更啊，这是讲用来更叫的叉棍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来到这间历史足久的大庙拜拜，庙门庙串这支出更啊，就是古早老疙瘩。另外楼顶嘛有展览馆，展示古早的新桥，看得出来叫更有历史的痕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更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